啊，禀少爷，小的在问黄老板，吃河豚中毒有什么法子可解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药可以解河豚之毒。但是黄老板说他有法子可解。哦，什么法子？快告诉老爷。只要饮2碗人中黄即可。什么是人中黄？就是人的大便。啊！呸！让我喝那玩意儿，恶心死我了。还有别的办法没？有是有，马尿也行。不过得多喝一些。哎，少啰嗦，快搬进去吧！啊！哟，爷，您来了。小二，登封县的钱老爷和巩县的吴老爷是不是住在这里啊？对对对，正是在这儿。通知他们，就说太师府的人来了。爷，您稍等，容小的去请2位大人。爷，2位大人到了。您是2位，可就是钱大人和吴大人。下官正是。我是太师府的人，太师爷请2位到府上一聚。太师召见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？2位跟我去了便知。轿子已经在外面等候了，跟我来。请。出发。哎呀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恭喜啊，庞太师啊！恭喜啊！同喜同喜啊！同喜同喜！坐。走吧。侄儿拜见伯父婶婶。免礼。伯父婶婶，进宫给娘娘拜寿的时候，娘娘贵体还好吧？娘娘贵体万安。娘娘还特意问起你这位小弟。娘娘还记得侄儿？自家兄弟怎会忘却？今年府中招待应酬办得如何？回伯父，今日一早陆续来100位客人，对那些没有资格进宫给娘娘拜寿的官员，孩儿按伯父吩咐收下礼物，都发了请帖了。贤婿，往年都是你替老夫招待这班小官吏啊，今年老夫要亲自出面款待他们。岳父大人，这些不入流的小官小吏，何劳岳父大人亲自出面？小婿代请罢了。今年是娘娘的30寿辰，不比往年。还有，我摁下了包黑子，自今日始，朝中无人敢与我作对。本该是同喜同贺的好事，我要与这帮官吏，好好的庆贺一番呐！啊，好，好，行了，我看就这么着得了。岳公子就和我们俩一个人办无限令，一个人办前线令，潜入那个庞府赴宴。好事啊，司令啊，那我，那要我说呢，我负责混进庞府捉拿展昭，你们在外头分头接应就好。你们啥意思啊？哦，喝酒吃席不带老心儿去，蒙也没有。别闹，三哥，这什么时候？这是正事儿，这顿酒不是那么好吃的。了不起，我答应你啊，事成之后，我个人请你10坛美酒，到时候包你醉一个稀巴烂，好不好？甭给我来这套，老四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这10坛的酒我还不领了，我今天就要到太师府喝这杯酒。我还治不了你是不是？我治不了你是不是？三嫂，干什么呀？治治他！你啥？哎，你们啥意思啊？老吴，岳公子太年轻了，化起妆来也不是太像。要我说呢，应该2哥陪4哥同序比较好。你看人家老五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
这个岳公子化妆是不太像啊，但是到时候二哥他是有任务的，他要去埋那个雷公蛋，恐怕是分身乏术。是，四爷会易容术，到时候化个妆，贴个胡子不就得了？老五啊，那到时候化妆之术呢，只能粗远观，如果离近了看，迟早会露出马脚。没错，不，那我近观远观都可以。老师你去啊！徐老师，喊什么喊呀？我不是就喝酒吗？不，喝完酒再来个大馒头。四叔，你就带着俺们家老仙儿去嘛。哎呦，三嫂，你这也变得太快了。哎，不是，那母老虎，咱喝酒不用求谁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就到太师府，我就先夺了他的馒头，再抢了酒，然后我再……四叔，哎，你就带上我们家老仙儿去嘛！啊，其实啊，三嫂，让徐老三去也不是不行，但他这个人嘴碎，一开口就胡说八道，我就怕到时候坏事儿啊。老四啊，我到时候我不说谎，我嘴里含块铜钱，我装哑巴。哎呀，你别逗了，哑巴能当县令吗？可以。再说了，你含一个铜钱，你能忍得了一时？你能忍得了一顿饭？你能保证那一顿宴席中间你从来不开口？你能保证我就答应你？张老四，客气。我同意。那行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好，哎，李大人啊，喂，哎，王大人，哎，里面，哎，哦，王大人来，哎呦，二位大人，久仰，哎，久仰，好了，久仰啊，久仰。请。哦，钱县令，哎，李官县，哦，吴县令，来，久仰，里边请，哎，李大人，来，里边请，是不是？走吧。你怎么能认识呢？这个我也不能是全认啊。哎，二位大人，请了。请了。久仰啊！在下郓城县尉宋才。哦，哎呀，还没请教二位尊姓大名，在哪里高就啊？在下呢是登封县令钱斌。哦，这位是单县县令。这吴行。吴行。下官第一次来太师府，还不知道这里的规矩，还望二位大人多多提携啊！没事，我们也是第一次嘛，以后互相提携。久仰。这位吴大人真是风趣啊！哎，这位大人，我们那边有几个熟人，我们去打个招呼去了啊！二位大人，请便。哎，久仰啊！你说这是从哪儿钻出这么个人来？长得跟打铁的还是烧炭的似的，嘿，就会说久仰了。嘿，我看八成也是用银子买的官。实不相瞒，鄙人的官也是花钱买的。只不过好歹下官还读过3年私塾，做了10几年生意，哪像这等粗俗之辈，真是有辱斯文。卖炭的也能当县令？哎呀，这是斯文扫地呀！斯文扫地，可不是嘛！哎，你干什么呢？这是啊？不是，你这干嘛呢？那戏台子里做官的。等，现在是唱戏吗？啊，咱们有任务，再胡闹我把你赶出去了啊！我想跟你说什么来着？把我气忘了你。哦，对，你刚才干嘛？来回就是久仰这一句话呀，那人家都笑死我们了。那你让，想不想活了？那不是你让我说久仰吗？不让我说别的。你关上！怪我！那这个词儿是我编了，那你也不能从生到死就说这一句久仰啊。行，不会说。这么着，咱们改方案，任何人问你任何话，你现在就不出声了，
你就是咧开嘴傻笑。这招行了吧？简单的很。笑一个。得了，看我的。嘴咧开，出声。你沾着胡子吗？沾着胡子也笑。张声。哎。各位大人，太师请大家到后花园用膳。笑。好，舒服吗，太爷？很舒服，很舒服啊。乖乖，我下去陪陪客人，即刻便回啊。不行，不行！你答应今晚要陪奴家的。是的啊，一定留着，一定留在这儿啊。可是你上次也说了，可是你还是去了绿珠那儿。今天不会了，今天不会变了啊。如果会，你就是……我就是小狗。汪，小狗。关照，多多关照。行，来，客气，来，请。不错，好，良宵美酒，要多喝几杯呀。对。茶。这个好。太王，王大人，请。好，海王，多。太师到。诸位大人，今天是娘娘的30寿辰，老夫携家眷进宫给娘娘拜寿。可以通告大家的是，娘娘的气色非常之好，娘娘的身体非常健康。今天不仅后宫的嫔妃前去南京宫给娘娘拜寿，连皇后、皇太后都去了，并且送了礼物。皇上呢，一直陪伴在娘娘身边，接受文武百官及诰命夫人的告年龄再喝，我让秋葵揍死你！秋葵，谁怕揍死你！诸位大人，老夫还特意禀告娘娘，那些依照规矩不能进宫给娘娘拜寿的人啊，纷纷来到府上，让我转达对皇上的忠心和对娘娘的爱戴。娘娘特意让我转告诸位，以表示她的谢意，让我好好的款待各位，啊，让我带她向各位敬上一杯酒啊！各位大人，请把酒斟满。各位大人，请举杯。首先，祝大宋朝最英明仁慈的君主，当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祝英明仁慈的贵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各位，干杯！来，快！手脚给我麻利起来啊！赶紧把这菜给我上了。哎，
这热菜上完就该上河豚了，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来得及。好，来，手脚麻利着点儿。好，快！太师，学生礼部侍郎王妃。好。祝娘娘万寿金安，万事如意。好。祝太师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。学生先干为敬。好。下官兵部兵器库副总管李然敬太师酒，祝娘娘安康，永远安康。太师一世为官，世世为官，子孙万代，代代为官。二位大人，等会儿我们也给太师敬酒吧。不，我们官小职卑，太师他老人家哪认得我们呀？不好意思。哎呀，钱大人，此言差矣啊！去敬了酒的，太师不一定记得；但是不去敬酒的，太师一定会记得的。高见，我们马上就去啊！你别喝了。水煮河豚。河豚，这东西有毒哎！真的？是吗？各位，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本官有话要说。这个刚才上的这道菜啊，就是世上最有名的美味——河豚。这个自古以来就有拼死吃河豚之说。为何说是拼死呢？因为河豚有剧毒，一旦中毒，无药可救。哎呀，那还得如何是好？那为何又要去吃呢？因为河豚的味道实在太鲜美了，是吗？让人无法抗拒，以至于舍生忘死的也要去吃。好像也有道理。不过我们太师府啊，每年都要吃几次河豚，却从没有人中毒，这又是为何呢？皆因太师府有世上最绝密的烹饪方法，太师府做出来的河豚绝对没有毒。哦，没有毒。我说太师府的河豚没有毒。对啊，大家尽情品尝。啊，吃河豚还是不能吃，相信。哎呀，司总。哎，小婿在。给我盛上一大碗，我要品尝。小婿遵命。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太师都吃了，太师怎么能害我们呢？来，这，哎，吃河豚，吴大人，来，尝尝鲜。哎呀，该吃的时候不吃。司总，哎，你也盛上一碗。好。诸位，行。行。这汤应该不错啊。啊，喝，管够啊。哎呀，今年这河豚真是个鲜呐！哎呀，吴大人啊，刚吃完河豚，你又喝酒，不怕不消化呀？我正好啊，河豚啊，太啊，河豚啊。
不得了了！吴大人他不行了！谁在喧哗？吴大人，他中河豚伯父，不好了！怎么？今天河上好像不对劲，好多人都中毒了，还有人晕倒在地。这可如何是好？伯父，你先别急，我听黄老板说过，河豚中毒只有一样东西可解。什么东西？人中黄。什么是人中黄？人中黄又叫金枝，是茅坑的大粪。胡说！那种东西如何治的？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马尿，不过得多喝一点。那这个喝不得呀！哼！傅大人，事已至此，不妨一试。要喝你喝，我不喝。岳父大人，只要能活下去，喝点马尿，岂奈我何？如此秽物，如何下咽呢？给我取一碗。快去！各位大人，常言说得好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谁要是还不想死，就别嫌他脏臭，喝了它。给死的好看一点。钱大人，我给你抢了一碗解药，快喝吧。吴大人受伤严重，先救他。吴大人，解药来了，快喝吧。来。我去你的妈呀！嘿嘿，老心儿才不喝马尿呢，只有你们这帮贪官污吏才喝马尿呢。来人啊，给我抓住他！来，喝马尿，来喝，来你们都拿出点力气来呀！别忘了喝马尿啊，喝完之后有力气。往回走！休养！久仰！
久仰久仰。久仰！快跑快跑！每个就去那边，你们就去那边，给我搜，仔细搜，快！是。少峰，跟我来。你想干什么？我问你，展昭在哪里？什么展昭？我不知道啊。展昭就在府中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是太师侄子，平时没事不在府中，有事才来的。既然如此，留你于何？哎，别！我说就是，我说了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哎呀，真是好讨厌啊！那个老东西如果突然闯进来的话，看到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嘿嘿，不要担心啦！那个老东西今天吃了满嘴的大粪啦，嘴巴臭得要死，一定不会来的。哎呀，我叫你不要东摸西摸的啦！哎呀，烦死我了！哎，怎么那么讨厌啊？不要啊！老爷不好了，老爷！何时情况？外面已经炸起来了，您赶紧回屋躲躲吧，老爷。我的府邸，我躲什么？哎呦，老爷，您赶紧回屋躲躲吧，老爷。展昭，快出来见我！是男人就别躲躲藏藏的了。哟，是谁三更半夜在门外吵闹啊？在下江南五署之锦毛署白玉堂，今天特地来拜访展昭。哦，什么署什么舞啊？三更半夜不睡觉，吵闹死人了！你会不会说人话啊？把你家男人交出来！我家展爷不在家呢。哎，方才我记得已经把院门关上，你是如何进来得了啊？区区这么矮的墙能拦得住我吗？有强盗啊！你是女人，我也不会怕你的。出来！哎呦！你赶紧给我出去，要不然我就用我手中的刀，哦不，是
是剑，赐你。哎呀，姑娘啊，你看看你这绣花的手，能握得住剑吗？当然握得住，2只手握。就算你能握得住剑，你会使它吗？当然会。前几日展爷教了我2招防身之用啊！啊，姑娘啊，你就学了2招就跑出来跟我打呀？展爷说了，女子学剑，防身为主，2招即可。好，那这样吧，姑娘，那今天晚上呢，你要能把我手中的宝剑逼出鞘的话，我就算你赢，好不好？好。第1招，第2招，第1招，第2招，哦。哎呀，我的腿扭了。你这个女人真是够了！我怕你了，你赢了可以了吧？疼。好男不跟女斗啊！根本就不是什么绣花，它就是战争。哎，老五，干啥去啊？哎呀，脸色不好，病啊？没事儿吧？啊？哎，老五，干嘛去啊？武帝，你是不是见着展昭了？啊，这展昭，哦。哎，那我说你见着展昭了，你为啥不把那个猫儿尾巴拖着拽出来，一棍子敲烂他的沙块啊？啊？三嫂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武帝这叫什么？这叫成熟稳健，智勇双全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往小了说，这给我们哥几个分工了；往大了说，他这就叫为民除害。我们干嘛呀？我们不跟展昭单打独斗，我们讲武林规矩啊，打擂台啊。要论打擂台，10个展昭也打不赢我们家武帝。武帝这是故意放他一马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确保能抓住展昭，不然展昭阴险狡诈，给你耍个飞针呐，弄个毒弹啊什么的，咱们再抓他就抓不着了。咱只要抓住展昭，不光包大人要感谢我，普天下的老百姓都要感谢我们呀，对吧？你们说句话对不对呀？二哥，咱怎么回答呀？就喊对啊！预备起，对。出来吧，他跑了。啥？
跑了。哎呀，我老心儿早就料到了。哎，这展猫啊是怕了老心儿了，他怕我一锤子砸了他的砂罐罐。不对，是怕俺母老虎啊咬死他。对，咬死他，咬死他。看就是打草惊蛇。武帝今天多帅啊！看来昨晚是那穿山术徐庆来过。难道昨晚大闹太师府的竟是吴蜀？恐怕是的。你马上到守备衙门报案，让他们发布文告缉拿吴蜀。请岳父大人明示，这案该如何去报？是报抢案还是命案？命案。就说吴蜀昨夜在太师府杀了2条人命。太爷，禀太爷，二管家从陈州回来，说有要事要禀报太爷。叫他进来。是。太爷，太爷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老爷运送来京的1万两黄金，被负责押运的邓车等人全部劫走了。被押运的人劫走了？正是。废物，一群废物啊！请太爷息怒。太爷，老爷让小的转告太爷，江南5属中的锦毛属白玉堂、番江属蒋平曾到陈州大闹过皇亲花园，所以这次估计又是他们和邓车等人里应外合劫走了黄金，所以请太爷你们这边多加小心啊！这是马后炮啊！昨夜吴蜀已然来过了。下去。嘿，一群废物，一群废物啊！岳父大人，请息怒。其实这件事儿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想。想什么？比如，虽然我们丢掉了1万两黄金，却一举拿掉了包黑子，从此朝中再无人敢与太师作对。这2相一比，得失相当，其实也是件好事儿。好事？哼，你倒是相当了，可我这。小婿倒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讲，不如我们授意汴梁守备，让他向皇上提出，让包拯戴罪出狱，来破太师府的命案，让吴蜀跟开封府正面打将起来，打他个天翻地覆，2败俱伤。岳父大人您呢？齐强关火，稳受渔人之利呀！不可！好不容易把他弄进去了，再放虎归山，不行！要不我们把展昭调回来，让他专职对付吴蜀？不行，陈州的事情依然重要啊！这样，通知汴梁守备，让他告示全城，缉拿吴蜀。我说，昨天我们闹那么一下是痛快了，但是我感觉啊，没伤着庞贼的要害。这朝廷是不可能把包大人就这么放出来的。是你们在那前怕狼后怕虎，要是听了我的话，一刀宰了庞吉，哪还会有今天那么多事儿啊？庞吉是堂堂1品，岂能说杀就杀？当朝1品，在我看来狗屁不如。杀了那庞贼是容易，杀了他又如何呢？又如何？你想的太多了吧？那个，听岳公子你这么说，你是有招啊？讲出来听听。我想，如果杀了庞贼，皇上十有8九会把包大人放出来。这不就结了？五爷，你可别忘了，放包大人出来是让他来抓我们的。